5號風球，6號風球吹襲本港，7號風球高懸。73年5、6、7號風球全部真正落波。天文台喺當年1月1日取消呢3個風球，點解呢？就其實5、6、7、8號風球信號咧，喺當年嚟講咧係一樣咁嘅風力嘅表示嘅啫。5、6、7呢幾個數字咧比較細啲，咁咧所以令市民有感覺咧，好似5號風球係比8號風球咧嗰個風力咧要弱咁樣嘅，咁就會可能令到市民咧鬆懈咗，又冇去作出適當嘅防風措施啦。5、6、7號風球全部歸納為8號風球，相當於而家8號風球嘅不同方向。另外，再仔細睇下當時熱帶氣旋嘅通告，點解風球旁邊有啲顏色圈圈嘅？由於昔日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，係以一個目視嘅方法咧，係去睇到底當時咧嘅警告信號咧係幾強㗎。到咗夜晚嘅時候咧，喺桅杆上邊咧，我哋就會放3眼燈，分別以唔同嘅顏色咧，係代表緊唔同嘅風球警告信號咧係生效緊㗎。1973年，電視上出現咗2大突破。煙雨濛濛係無線第一套喺星期1至5晚翡翠劇場內播放嘅劇集，男女主角係秋官同思琪姐。而煙雨濛濛亦都係第一套用廣東話唱主題曲嘅無線電視劇。煙雨濛濛，春風輕輕，彷彿凡塵中的仙境。我第一首唱電視劇嘅主題曲就係《煙雨濛濛》啦。嗰個戲我就係唔係好多，但係就第一隻唱主題曲我都覺得好深刻印象，好難得。咁而家都好多朋友都都同我提起都好中意呢隻歌。呢一年電視上仲有呢個第一。1973年度香港小姐孫穎欣小姐。73年嘅香港小姐唔止孫穎欣，仲有佢係狄波拉。原來當年仲有一個名為東方之珠選美會舉辦嘅香港小姐，冠軍就係狄波拉。狄波拉仲代表香港參加亞洲小姐選舉。其實香港小姐早喺1946年已經由私人機構斷斷續續咁主辦。呢一年無線將呢個選美活動喺電視上邊舉行。話晒都係第一屆港姐，當然要隆重其事啦。我哋更加特別覺得榮幸，邀請到港督麥理浩爵士駕臨參觀。邵逸夫先生 ，Mr. Run Run Shaw。一個女士。大會仲邀請咗一班嘉賓，好似新馬師曾、姜大衛等等。我咁叫你啊嘛。各位嘉賓，我哋而家再請2位好相熟嘅朋友上嚟一談佢哋個人對美嘅睇法。請葉李思琪夫人。原來71年嘅年尾，思琪姐已經嫁咗俾葉醫生。留意舞台中央，首屆港姐已經採用呢個標誌，不過最設計唔係咁嘅。呢3本就係初稿，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並冇斗篷。咁最後採用嘅圖案代表咩意思？頭頂嘅係皇冠，中間係一位女性，個弧形係加冕袍。咦，膊頭上面有一點嘅，原來代表權杖。不過後嚟為咗美觀，將呢一點抹走咗咯。至於孫穎欣嘅後冠又高又大，十足十傳統嘅鳳冠。74年港姐嘅後冠設計同樣差唔多，直到75年嗰一屆先至同而家大家所見嘅款式係基本一樣。當年趙雅芝只係梗頸4，令唔少人意外。不過仲有一樣嘢你估唔到，大家睇下個化妝顧問係邊個？就係我當年為香港小姐化妝嘅。當時我係公司嘅合約藝員，但係咧我亦都有一間美容儀態學校，就係信燕儀容之家嘅校長。咁所以咧就揾到我同埋輝哥陳文輝先生一齊教啲港姐化妝嘅。我仲記得當年啊孫穎欣咧小姐得獎之後咧，佢媽咪咧就帶咗佢嚟我 salon 度見我，我好多謝佢睇得起佢，因為佢好欣賞我，即係又講我嘅有好儀態啊，同埋又即係識得去化妝咁啦，咁就揾我咧同佢個女咧
揀衫同埋買布做旗袍嘅，我記得。第一屆港姐着重係一個舞台節目，所以最後孫泳恩坐回寶座之後，竟然係咁嘅。電視廣播有限公司主辦嘅1973年度香港小姐競選圓滿閉幕，多謝各位。哇！拉晒幕，啲記者點影相啊？當年一選港姐，城中人人談論，甚至乎的士、戲院都冇顧客。今日選美五花八門，大家都習以為常，轟動情況未必及當年。不過無可否認，呢個比賽造就咗好多影視界嘅巨星。香港小姐冠軍就係4號李嘉小姐。港姐嘅光芒一樣咁厲害。亞軍係李美鳳。至於呢一位巨星，佢嘅光芒喺呢一年熄滅。今日係7月21日星期六。現在報告新聞。我覺得佢係香港第一個幕前同幕後都係英雄嘅人。電影明星李小龍昨晚昏迷不醒。點解會咁呢？點解會咁呢？喺11時55分不治逝世。李小龍昏迷後，周文懷同埋李小龍哥哥李忠心馬上將李小龍送到伊利沙伯醫院。報道指院方派出6位醫生展開急救，可惜延至晚上11時半，李小龍證實不治。7月24日，李小龍喪禮舉行，到靈堂致祭嘅圈中人唔少，好似有長哥新馬師曾同長嫂、陳寶珠同二公主沈芝華、蕭芳芳、劉家傑、曹達華、石堅等等。萬人空巷喺九龍殯儀館周圍嘅街道上邊，我哋知道雖然未必每個人都能夠睇到李小龍嘅遺像，但係喺佢哋嘅心目中，喺佢哋嘅心靈上都已經存在李小龍嘅形象。有人爬上招牌憑吊偶像，險象橫生，估計大角咀聚集咗成萬群眾，警方派出100多名警員到場維持秩序。喺7月25號星期三上晝10點鐘，李小龍嘅死亡呢，喺呢個時候舉行大殮，佢嘅遺孀連達喺周文華陪同之下係步抵大堂。喪禮更加有瞻仰遺容嘅儀式，除咗親友之外，公眾亦可以目睹李小龍嘅遺容。當然，瞻仰遺容被視為辭靈儀式嘅一部分，咁做並非對死者不敬。所以記者朋友可以拍到李小龍嘅遺容，而且照片亦可以刊登喺報章上、電視上，亦都睇得到。警方發言話，佢哋相信李小龍並冇被人殺害嘅跡象，但係真正嘅死因要等醫務處嘅驗屍報告。李小龍嘅死因十分神秘，最初報章報道佢係由家中送院。其後隔咗2日，先證實佢係昏迷喺影星丁佩嘅大床上。究竟李小龍點解會死喺丁佩嘅寓所內？當日嘅情形係咁啊，佢同周生一齊嚟到屋企傾劇本，即係《死亡遊戲》。咁啊，又係定咗我要同佢拍呢套戲嘅。咁點知即係玩咗《死亡遊戲》，我都唔知。咁啊，傾緊劇本，佢話頭有少少痛，我就俾咗1粒頭痛丸佢食。咁啊，佢話佢入我房唞一陣間，收尾咪即係要叫佢未叫醒啦，咪即刻打電話俾醫生啦。咁佢已經昏迷咗，我自己都想知道啊，係咩原因？係咪點解會咁樣咧？係咪一個人好好地瞓覺瞓一陣間就咁樣？不過李小龍遺孀連達對傳聞作出否認。連達將李小龍靈柩運送往西雅圖之前，向傳媒發表咗一封公開信，內容咁寫：我毫無疑問相信小龍係死於自然，我唔認為任何人對佢嘅死亡應該負責。73年失去唔止係影壇嘅巨星，呢一年舉辦咗31屆嘅工展會，嚟到最後一屆，
雖然參展攤位有1872個，破晒紀錄，不過由於再揾唔到合適嘅大型場地，所以唔可以再舉辦啦。搞得有聲有色、全民參與嘅香港節，亦都係最後一屆。原因係港府認為市民生活安定，唔需要再搞一啲大型文娛活動安撫情緒。股海翻波，唔少港人失去半生積蓄，日照發達嘅奢望俾現實徹底粉碎。呢一年，香港人真係損失咗好多。而家就捉到呢個劫匪啦，就帶走嘅。香港首宗銀行劫匪挾持人質事件，匪徒最後點樣落網？許冠傑點樣改變香港流行樂壇？下星期由1967開始。跟住秉基本法1分鐘，之後係東張西望。